嗱，前段時間呢，我推出一個炭爐瓦煲浸無花果雞。嗱，炭爐瓦煲浸出嚟啲雞肉呢，好滑，好好食，啖湯水呢好有雞味。但係呢，有個缺點，就係等得耐啊，起碼要等半個鐘，嗰煲水先至滾啊。所以呢，中意炭爐浸雞嘅朋友呢，最好提前預訂或者早啲過嚟啦。如果又想快又唔想食火鍋嘅朋友，冇問題，我喺廚房用煤氣爐直接幫大家浸熟啲雞嚇，同樣都係咁好食㗎。我富哥喺江門呢種無花果已經種咗成10年啦，相信喺江門冇人夠我放無花果多啊！我足足放咗成2斤嘅新鮮無花果嚟煲湯，啖湯又潤又清甜，不妨嚟我間都會山莊嘗試下啦！我喺都會山莊等你哋啊！